你干嘛去了？怎么才来啊？是我一接电话就往这儿赶来呀。赶紧进去。别！干嘛？里边这个吴总啊，是咱们业务范围内出了名的酒肉子，谁跟他喝酒谁就倒。咱们公司男职员跟他喝酒都得提前请病假，都这样的人，你也敢单刀赴会啊？我才来几天，我哪知道？那你可以咨询一下我嘛。你少废话，能不能喝？你给放病假吗？没病假，进去。来，老总，这是我们公司最优秀的员工郑楚。你好，吴总。什么正处副处啊？哎，一边玩去一边玩去。我说苏总啊，你这太看不起人了，这半天去搬救兵去了。老五，给倒酒。不是那个意思。喝酒，来，真不能喝，对不起，真不能喝。来，这别给我。他陪你喝。吴总，我真不是救命，我迟到了，这酒我得罚啊！我一定罚他让二位大哥满意啊！走着。哎呀，你。哎呀，老宋，这小子有点意思吗？有点意思。哎，好，来，不错。哎，好样的，好。天地悠悠，过客匆匆，潮起又潮落。服务员。赶紧进去弄。这是下去了哥。行不行啊？走了，回家。郑楚，你醒醒，你醒醒！洗澡。洗什么澡呀？这没回家。喝洗澡水。我洗澡。这不是家，你回去再洗，你别脱衣服呀！干嘛呢？哎呀，你别脱，让人看见。哎呀！哎呀喂！涛哥，你什么时候把人接走啊？哎，我在这快被黑叔叔给折磨死了。你乖一点啊，等我处理完事情，就把你接过来。主要是上海那边，我要留个自己人，公司审计出了问题，我正处理呢。呀，你慢点啊！哎，等等，哎，你别脱啊！你猜我看见谁了？谁呀？黑蜘蛛。哎，他怎么跟郑楚在一块儿啊？进去啊！郑楚，那个二愣子郑楚。艾拉，你听我说，现在马上跟上他们，看看他们去哪儿，去干什么。还有，能录视频，能拍照，好吗？就这样。好。你怎么还在呀？托尼让我跟着你的。哎呀，托尼让你干嘛你就干嘛呀？谁是你老板呀？你。谁给你开工资啊？你。那不就结了吗？那你还拦着我干嘛呢？可是托尼哥他……好了，没有可是。你呢，先坐下，BB 霜给你，化个妆，漂漂亮亮的，跟男朋友出去约个会，吃个饭，回来找我报上好不好？乖呀。哎呀，马上到家了啊！来，走。郑楚，你在哪儿呢？哎，你给我出来！小姐，你一个人来的，别再喝了，结账吧。你看这都没人了，就剩你这一桌了。你叫谁是小姐呢？谁是小姐啊？你不能再喝了，你看你都喝成啥样了？哎，别喝了，结账吧，我们要收摊了。我就是钱呐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就是有钱。给。这连酒钱都不够。没说完呢，钱不够，用卡凑。什么卡来凑？老板，你这东西对在我们这不好用，不好使，我们没 POS 机。没 POS 机，老板
你开什么店了？这都什么时代了，你没有 POS 机，那我只有卡呀，你要还是不要？你再找找，你再找找，再找找看兜里还有吗？那手机你要不要手机？这都有，没让。老板，我给你个机会吧，你看看我是谁？我管你是谁呢？你挺漂亮小姑娘，怎么的还吃霸王餐呢？你不认识我呀？你们认识我吗？我是唐果果，我怎么可能吃霸王餐呢，老板？什么昨天吃饭得给钱，真吃霸王餐啊你啊？这么多呀？买单吗？哎呀，还差86。别找，哎，行，别喝了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你可能看。行了，别看热闹，别拍了，让，别拍了，让。行了。你怎么在我家呀？你好好看看，这是我家。我怎么会在你家呢？你昨晚因公牺牲了，我把你扛回来的。昨天晚上我的表现你满意吗？打住啊！收起你满脑子龌龊的想法。你昨晚什么都没干，就是吐了，吐的身上到处都是。衣服我给你洗了，还没干，那个赶紧的把这个穿上。想起来了啊，我是为你挡酒喝多的啊。哎，只有这个款式吗？没别的选择？有，你可以选择不穿。穿。快点啊！6分钟吃饭，3分钟回家换衣服，10分钟之后一起去公司上班。那还有啊，这是一碗醒酒汤，胃不舒服，这里有胃药。你还会做醒酒汤呢？20块钱买的。再怎么说，我这也算工伤，你就这点福利呀？要不给你加200块钱工资？好啊。还有4分钟。整天活得跟闹钟一样，有什么乐趣？谢谢。好酸呐！说，你昨天大半夜的把我放到你这儿来，你什么意思？什么居心？好，就当是为我着想。那你明明可以把我放到酒店呀，你就是居心不良啊！哎呀，大姐，我能把你拉回来就不错了。你看你吐那样，吐的满哪都是，就跟马路边的醉汉似的。还说我居心不良，就那样，我要是能下得去手，那我也太重口味了。都比灵魂抠的。你不回去，你在这干嘛呢？外边有人，我穿成这样让人看见了，我怎么想我呀？需要顾虑这个的是我吧？哎呀，你没事儿，刚来几天，大家对你的人品不了解。走了。
废话。哎呦，小郑，你穿这么少的衣服啊，生毛病的呀？还好啦。这件衣服很好看的嘛，新买的。谢谢啊。郑楚，把你的湿衣服拿回去。啊，好。楼下等你啊，快点。不是您想的那样啊。放心，阿姨很开明的，年轻人嘛。不过影响还是要注意点的哦。怎么又回来了？哎，外边人有点多，走不了。行，那就在这儿多待一会儿，反正我不收你房费。哎，干嘛呀？不能等，你看我有多少未接来电啊！我经纪人肯定着急了。我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布会，我不去的话就死定了，来不及了呀！那你想怎么办呢？你帮我想想。想不想我不管，不知道刚才谁在那儿啊？我住在那个王八壳子里了，你管不管吧？啊，管不了。王八，苏畅哥哥，我昨天已经摊上大事了。如果今天这个发布会我再不去的话，我会死得很惨，公司一定会封杀我的。你也不想看到我这么惨，对不对？这不够诚恳的。哎呦呦，行，哎，说好，棒。你答应我一个条件，你把手机号给我，因为我给你发微信的时候发不过去，你肯定是给我屏蔽了，对吧？小意思，给你，给，不就电话号码吗？多大点事儿啊，是不是？敞亮。洋洋，哎，你呀，怎么了？把唐小姐的衣服穿上。你呢？穿我这个。这是你的衣服吧？你几个月没洗了？你别管几个月没洗，想出去就穿。哇，不想出去就别穿。行，我穿。你看我穿啊。谁喝多了？先别问，先拍，要拍我这边，我这边左脸好慢啊。请问你昨天晚上为什么喝多了？我们家洋洋什么时候成大明星了？洋洋，请问糖果在哪里？糖果是谁啊？继续拍，康桑米达 ，Thank you，阿里嘎多。请问糖果人现在在哪里？糖果果是谁呀？我都不知道，你一直问糖果果什么呀？可是昨天晚上糖果果明明跟你回到了这里。果什么母鸡呀？果的一直在这，果是谁？好，那你先去缴费吧。好，谢谢。
晶晶，唐医生，有人找。谭医生，哎，珊珊，你怎么来了？上次你跟我说在这儿工作，我正好今天休息，就过来看看。怎么样？中午有时间一起吃饭吧？唉，恐怕今天不行。你看，外面那么多病人。哎呀，也真够辛苦的。不过你要注意身体啊，再忙也得记得吃饭哈。嗯，今天实在不好意思啊。哎，周末吧，周末有没有空？我们去打高尔夫球。时间是有，但是我不会啊。你不会？郑楚没有教你？他可是高手。你还不知道他整天跑来跑去，哪有时间教我？那也是没办法，谁让他是旅游体验师啊？嗨，没关系，珊珊，虽然我没有他厉害，不过我教你是足够的。嗯，好啊，那就这么说定了，正好放松一下。嗯，到时候我来接你。好，那我不打扰你了，你先忙吧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好。哎，不好意思，珊珊。珊珊，你怎么来医院了？是不是哪不舒服呀？我去哪儿用得着跟您汇报吗？大人，你怎么来了？是不是平时闲心操多了，心脏出问题了？我没生病，是爸病了。他心脏一直都不好，最近更严重了。珊珊，爸这些年最惦记就是你，你要是空了的话，就去看看他。他年纪也大了，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。哎，你是怎么好意思说他这些年最惦记人是我呀？撇下我跟妈的时候呢，怎么没惦记一下啊？还有，什么叫该过去的就过去吧？对不起，我记性没那么差。珊珊，珊珊，你有空在这跟我拉拉扯扯，不如好好花点时间照顾好你那个好爸爸。严小秋，你们两个的事情以前跟我没关系，以后更是一点关系也没有。大家辛苦了，之前工作做得不错，我们的初步方案已经通过了。先别放松啊，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。现在主办方呢已经确定了承办单位是唐氏集团。据我所知，我们的竞争对手不止一家，而且实力都非常的强。你们马上去联系唐氏，进一步了解情况，拿到第一手资料以后汇报我。我说过了啊，这个项目我们必须拿下来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。郑楚，郑楚。没问题。进来。苏总，关于唐氏集团，有些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说。您还记得唐果果吗？唐果果，你那个小女朋友？我再跟您说最后一次，她不是我女朋友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知道，就是想弄死我那个吗？啊，对，不，说重点。重点是，他爸爸是唐氏集团的董事长。哦。哪个唐氏集团？还能是哪个呀？你确定没有另外一个唐氏集团吗？我倒想呢，没有。好事儿啊！好，这事儿哪儿好了？当然好。郑楚啊，我决定了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。我一会儿告诉大家，全力配合。不，苏总您误会了，我跟您说这些是怕这项目出意外，我不是想当什么负责人。哎呀，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于公于私，你都是最适合的人选。不，那肯定不合适，这不符合流程。我就是一个旅游体验师，我没有带过团队啊，我。正因为你是旅游体验师，对酒店的业务最熟悉，也便于你跟唐氏沟通啊。您看啊，很可能同事们会不服我的。谁不服你，我摆平谁。1个星期搞定。
1个星期。搞不定我摆平你。OK。麻烦借过一下。苏总，看好你。唐氏集团可是我爸一手把持的，其他的人基本上插不进去手。哎，我不是求你去跟老先生说直接跟我们合作，就是帮我们约他出来见见面。你也知道，要跟你爸见个面很难的。哎，找我是找错人了。要我说呢，本来是要成的事，都会被我说谎。你还不如去找果果呢。你当我没想过呀？他庆功宴我放了他鸽子，我怕他再见着我，非得扒我皮抽我筋。你太不了解他了。果果这个人呢，谁对他不好，他会炸毛跳脚。只有你可以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，他还会笑得出来。可是我……行了，你听我的，去找他。我有病人，先忙了。请进。谢谢。是你？你就是推荐镯子的那位。嗯。你是医生啊？是，你先坐吧。哎。啊，你好，唐医生。这个是我爸爸的病历，还有一些报告，麻烦您帮我看一下。怎么样？我爸爸这个病严重吗？他什么时候昏迷的？3天前，他说他胸闷，心脏有点不舒服，我让他来医院，他非说是老毛病，在家吃了几片药就好了。目前来看，是因为心脏血管狭窄导致了供血不足，所以才会有胸闷、心绞痛等症状，但已经出现了短暂的昏迷，这就说明病人也有了心梗的危险。心梗的危险？唐医生，求求你，你一定要救救我爸爸，一定要救救他。你不用太担心，我会先开一些药给你爸吃，等他感觉舒服一点，你把他带到医院来，到时候根据检查结果才可以决定要支架还是心脏搭桥。不好意思，唐医生，我刚才太着急了，都怪我不好，我应该早一点带他来医院的。那如果手术的话，会有风险吗？心脏病本来就是年纪大的人常见的病，手术风险肯定是有的。不过现在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，我会安排专家一起会诊，拿出一个最稳妥的方案，你就放心。谢谢。唐医生，我公司里还有点事情，那我就先走了。我爸爸的事情就麻烦你多费心了。你就不用客气了，有什么事来找我啊。好，谢谢您。您拨叫的号码是空号，请查询。131-459-740-740-459-740，是我就起。行啊，唐伯伯，畅儿爷混这么久，让个小丫头片子给玩了啊！哼！天助我也！天助我也！
楚，你昨天去哪儿了？你知道我昨天有多难堪吗？不是你听我说啊，我真的是公司有急事儿，不得已，我脱不开身，你知道吗？那你说怎么补偿我吧？你说吧，只要你能消气儿，怎么着都行。我现在也想不到，先欠着吧。啊，那我求你帮个忙呗。我说你怎么给我打电话呢？原来是有事儿求我呀。你不仁，我不能不义啊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是这样的，我们公司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项目是跟你们唐氏集团合作的，你能不能帮我约一下你爸爸呀？想走后门啊？行啊，没问题啊。我爸的事儿我说了算。哎呀，郑楚啊，你说除了我，还能有谁对你那么好呢？行了，不跟你说了，这还有事呢啊，拜拜。谢谢啊，谢谢。哎呀，这是我们的新款，这是我们更新的款式，这是我们最新款了。刷卡。先生，这款我们正在打折。有不打折的极品吗？啊，有，当然有，你里面请。刷卡。刷卡。刷卡。哎，对，漂亮，再来，很好，再来。可以，这边别出声，看就这样。哎，我们再来 ，OK， 很好。我这还是设计师，了解自己的作品，知道哪个角度拍起来最漂亮。看一下，哇，好美哎！这次艾迪尔的新品我真的很喜欢。那当然了，我路遥从来都不设计残次品。陆设计师，你来干什么？这次的拍摄还有一枚吊坠，您忘记带了，我给您送过来。我会犯那么低级的错误吗？画蛇添足。不好意思啊。喂，爸，你有事吗？是，这次新的设计上《灵感》杂志。署名是没有我还是助理啊。不过看到大家喜欢我的作品，我就很满足了。你放心吧啊，我这还工作呢。你照顾好自己，我先挂了啊。吓我一跳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唐小姐，是我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这个珠宝是你设计的啊？不是，到底是不是啊？唐小姐。你问这个干什么呀？那个什么设计师太目中无人了。我看你人不错，如果是你设计的，我这个代言人做的也能舒坦一点。他就是骄傲惯了，也没有别的缺点。唐小姐，你千万别因为这个对我们公司有什么不好的印象。路遥这个人也太差劲了吧！用别人的设计还那么傲娇啊？不是这样的，我们所有的设计。都是属于我们小组的工作成果，属于公司，不属于个人。我看你呀，就是太软弱了，这样不容易快乐的，知道吗？忍一时就得忍一世啊！谢谢你，唐小姐。楚哥。sorry， 你在聊天没有，我们先忙，那我先过去了，唐小姐，谢谢您，拜拜，下次再见啊！狗哥，你刚才电话响，刷卡5万7。对了，
一会儿有几个记者采访你，准备一下啊。准备什么呀？我今天的任务就是这个代言，广告，懂吗？采访，我用脚趾头就能猜到他们要采访什么，不就是上次庆功宴的事？所以我们要把这件事情解释清楚，不要让他们误解，好吗？哎呀，不去，哎，他们不会为难你的。换鞋，你给我换鞋。哎，你们好！哎呀！哎，莫总，恭喜您专辑再次大卖。请问上次庆功宴您突然离开，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吗？首先我要跟我的歌迷朋友们说一声对不起，上次突然离开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出车祸了，所以我必须去看他。是男性朋友吗？是女生。唐小姐，您能出道到现在一直单身，很多朋友对您的恋情很关心，请问您打算什么时候再谈恋爱呢？还有上次歌迷会上您说有一个重要人物会出席，请问是谁呢？我靠！什么？是这样的，唐果果呢今天呢很累了啊，我们要休息，抱歉各位，抱歉。唐小姐，再说两句吧。唐小姐。唐果果，你想什么呢？门口那么多粉丝，那么多媒体，你竟然说我靠！哎呀，我没忍住嘛！这王八蛋花了我20万，你看看！我靠！那你还这么镇定？打电话报警啊！报警啊！报警有什么用啊？他就是一个神经病！别让我见到他，见到他撕了他！唉，干嘛？偷听啊？敢说话不敢让人听啊！我光明正大走进来的，是你自己眼睛瞎没看见。哎，嘴巴能不能放干净点？你主子还没说话呢，你瞎叫唤什么呀？哎，我听说你给那个小白脸花了20万，你可真舍得啊！哼，总比有些人陪睡上位来的强吧？我靠！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不知道，我蒙他呢。爆炸！我的20万，你个死俗娼！写出来，出来！哎，你干嘛呀？干嘛？你谁呀你？我瑶瑶，你谁啊？我唐果果，你不看电视啊你？不知道。你主动，你给我出来！我没说就走了。你是不是男人？给我出来！谁说我不是男人了啊？你闪开！哎，要练过呀。哎，去哪儿去？要是男人，你就给我下来！你这么不冷静，我怎么下去？我不冷静，你洋洋，洋洋，我不冷静吗？我冷静的时候就这样子。我告诉你，我还没摔东西呢。你等会儿，冷静冷静，这我好不容易收回来，你先放下，冷静。哎，你能说话尽量别动手。你你干嘛呀？你冷静点行不行？你救命啊！老板。不用谢啊。我不用啊，我电子版已经放在邮箱里边了，我这没问题啊。行，我不行了，我要回家了。你也别弄太晚啊，容易猝死。哎呀，知道。喂，这么晚还没睡觉啊？你交代的事情我还没有办好，我睡得着吗？明天周末啊，我跟我爸约好了，他正好去打高尔夫。明天？那么快啊？怎么了？
不行啊？不，行，那个哪个高尔夫球场啊？时间地点一会儿发给你啊。哎，要不然我去接你呗？啊，别，我自己过去就行了。那行吧，明天见啊。拜拜。好消息，果果给我来电话，说他爸明天约我们在高尔夫球场见面。明天？我们的资料都准备好了吗？还差一点。要不然我把小吴他们叫过来，再加一个夜班。算了，他们都加了好几个夜班了，也挺辛苦的。这样吧，你用我的电脑，我们俩把剩下的工作搞定。看来又要干一个通宵了。你辛苦，你活该啊！谁让你有个小女朋友是敌方的千金呢？责无旁贷。我最后再说一次啊，唐果果不是我女朋友。行了，别废话了。如果困的话跟我说啊，我这有咖啡。咖啡喝多了上火，我还是喝红牛吧。这还有错别字呢，你能不能检查一下？对不起。哎，你也没睡，一会儿能醒吗？哎呀，放心吧，我这摸着球杆就精神了。别吹啊！哎，吹什么吹？我跟你说，我原来是半职业的啊。我打小呢，我姑妈就培养我玩这个，说练习高尔夫可以提升我的贵族气质。那你姑妈这个决定可是挺失败的，一会儿别打不着球啊！你看你外行了吧？高尔夫球打不着球那是正常的。今天这个项目就靠你了啊！你必须把唐董事长哄得高高兴兴的，知道吗？你下来！你怎么也在这儿啊？谈公事，我当然要在啦。他是我们项目的负责人。啊，那楚楚如果拿下这个合约的话，你们公司是不是应该对他有什么表示？这要问公司领导了，我说了不算。那到时候你可别想着叔叔功劳啊！你想多了。让你也不敢。唐叔叔人呢？洗手间呢？啊，对了，叔叔，一会儿要拿出自己真实的水平，打得越好，他越高兴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你怎么回事嘛？你这么脏的水把我裤子搞脏，我怎么打球呀？好，那不要拿你那个脏抹布碰我的裤子好吗？还有你那个手也不干净，哎，真倒霉啊！你把手先放开，这样你爸看见了不好。爸。哦，哎，唐叔叔。小郑啊，自从唐明出国，好几年没有见到你了。是啊，您身子骨还那么硬朗。给您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公司的苏总。唐董你好，我是苏芒。爸，坐下说吧。哦，坐。你们 MG 公司，我听说过，在业界呢也是颇负盛名的企业。是啊，爸，郑楚能在这么优秀的团队工作，说明他的能力很强的。果果，爸爸在谈公事，不要乱插嘴。唐董事长您过奖了，只可惜我们一直没机会跟您合作。如果这次有机会的话，我们一定会拿出我们全部的实力，把这个项目做好。希望您可以考虑一下。
而事实上呢，这么细节的事情我是不介入的。要不是因为果果，我不可能跟你们见面。哎呦，爸，跟谁合作不是合作啊？再说你跟他们合作，你又不吃亏，是不是啊？臭丫头，公司的事情有那么简单吗？好了好了，我们先去打球，您可得小心点儿。郑楚呢，可是个高手。好，那我就好好讨教一下。啊，不敢，顺便听听你们的想法。好。走吧。你不错吧？每天要么飞来飞去的，要么就宅在家里，都快憋坏了。我这也是忙里偷闲，难得放松一下。那以后如果唐大医生不嫌弃，我可以经常陪你来。总让大美女陪我，哪敢奢望啊！啊，来，我教你。好啊。左手像这样，手指交叉，对，然后杆头这样在地上，膝盖稍微弯一下，然后把重心稍微提一点，对，然后你记住，往后面的时候左手要打直，然后要看球，还看球。哦。哦，你要往下的时候，这样。对吗？不错，我们来试试。重心往上，对，看球。不错。可以吗？也不用教你了吧？哇，进了，真棒！今天风不小，能打成这样不错了。唐总82杆，郑先生78杆。哦，小郑打得不错。我告诉你啊，如果我再年轻10岁的话，鹿死谁手还不晓得啊。当然。爸，输都输了还找理由。郑楚以前可是半职业选手，他跟哥是一个队的。哎，不许再提你哥。果果，我和叔叔去换衣服，你们去大堂等我们吧。好。谢谢你们。不客气。今天打球感觉还可以吧？我感觉还挺难的。哥，哎，他怎么在这儿啊？哎呀，你可别告诉我他是你新交女朋友。不要乱说，我之前遇到珊珊，一起约了打球而已。是啊，果果，我跟你哥就是打球啊，你怎么不带我啊？陈珊珊，我知道你什么居心，你把郑楚甩了以后又盯上我哥了是吧？够了。哥，你吼我，你为了他吼我，你，爸，哥欺负我。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爸，我们……你告诉我有事不能回家，你忙的就是这些事啊。哥，你别支支吾吾的，要不然我帮你说吧。她呢叫陈珊珊。她是郑楚的前女友，她把郑楚甩了以后，就开始勾引我哥。果果，你不要乱说。我乱讲。叔叔，你说她是不是你前女友？好了，不要让大家太尴尬了。你，陈珊珊啊，我还在纳闷呢，你跟楚楚那么多年感情，说踹就把他踹了啊？你也不想想，郑楚跟我哥是多少年的哥们儿？果果，你真的误会了。先不说这事儿办得恶不恶心，就我们唐家的门，是你想进就能进的吗？爸，我说的对不对？果果说的是真的吗？
爸，我们真的不是。你只要告诉我是与不是，她是不是小郑的以前女朋友？是，但是我们只是普通朋友而已。你在胡闹！那陈小姐，我虽然不清楚你们的事情，但是我要告诉你一句话：我们虽然不是深宅大院，但是以你的人品，恐怕并不适合我们唐家的唐明。爸，你怎么这么说呢？我交什么朋友是我的自由。自由？你跟我讲什么自由啊？我这辈子唯一给你的一个自由，那就是你放着商学院不念，非去念什么医学院不可。那这件事情呢，我绝对不会让步的，除非你不容我这个爸爸。爸，我不是小孩子了，就算她真的是我的女朋友，你也没有权利干涉。你讲。爸，没事吧，爸？哎，你让开！哥，你太过分了，你！打电话叫救护车。哎呀，哥，爸不会有什么事儿吧？医生说刚运动完，爸爸过于激动才会这样，只要多休息就没事了。你看你爸爸气的，为了那陈珊珊值吗？还不是因为你多嘴啊！你又怪我，我不跟你说了。对于刚才的事儿，你没什么要问我的吗？这需要问吗？问题已经很清楚了。陈珊珊是你前女友，唐明是你好兄弟，唐果果是你好兄弟的妹妹，应该暗恋你多年了。现在的情况就是你前女友跟你好兄弟走在一起了，你的暗恋者呢为你打抱不平。哎，没你说的那么乱。事情就是这么乱的。不过正处，你现在需要纠结的不是你的感情问题，而是项目。可人又不是榆木疙瘩，谁没点感情问题啊？我就不相信你没失过恋。我有什么感情问题？女人都有感情禁区，虽然你毒舌强势，但你毕竟也是女人嘛。真让我觉得恶心！你这种强势的女人，我早就受够了。我是你老公，不是你员工。你是让我下车吗？站住！请你搞清楚你在跟谁说话。是，我毒舌，我毒舌怎么了？我强势怎么了？你们男人觉得女人强势唯一一点就是自己没本事。还有啊，你们男人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女人有事业，说她强势男人婆没有事业，哦，就说她是寄生虫没有自我，找个好男人就说她是物质拜金女，怎么什么事都让你们男人挑挑拣拣的？你那么大反应干嘛呀？我就是随便说说。法律有规定女人不能强势吗？我告诉你啊，这单生意如果拿不下来的话，你前女友让你失恋是不是？我这个上司就让你失业。大明星，起床了吗？苏畅，竖起你的驴耳朵给我听好，你3个小时花了我20万，是还钱还是坐牢？你去跟我的律师讲，以后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，因为我不想跟你说半句话。怎么这么大气儿啊？哎，东西收到了吗？收什么东西啊？来啦！你好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唐小姐吗？啊，是。有您的一份快递。啊，好。那我关开门，谢谢啊。哎，打开看看。我不看。你寄的肯定不是什么好玩意儿。你打开看看，打开有惊喜。这什么呀？这就是我送你的超级大礼。虽然哥哥没有你有钱，但是品味不照你差。
苏畅，你敢跟我玩这套？唐果果，你得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呀！你个混蛋！别让我见到你！哎，我先接个电话，你先走吧。嗯。喂，珊珊，你现在在哪儿？我刚刚落地，怎么了？现在有没有空？我想跟你聊一下。今天可能不行，我下午还有事儿。几句话而已。上次我爸那件事，对不起，你别放在心上。其实都是我不对了，害你跟叔叔吵架。跟你没什么关系了，不要什么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揽嘛。可毕竟是因为我而起啊。其实我挺没有脸再见你了。本来你跟叔叔的关系就很紧张，我不想再因为我恶化，真的很抱歉。你不要自责，我本来就跟我爸关系不好，他要我按照他的意愿生活，完全不顾及我的感受。你做你喜欢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对啊，我支持你。我觉得叔叔应该尊重你的想法，毕竟开不开心只有你自己知道嘛。能跟你一样善解人意就好了，对吧？叔叔现在怎么样了？他现在在家休息呢。那过几天我有假，我们一起吃饭吧。嗯，好啊，那到时候联系吧。嗯，好，拜拜。嗯。你找我？唐董事长的身体怎么样了？他已经出院了。那你接下来怎么打算呢？我让小顾把我们的竞标计划书已经给唐氏递过去了，等他们回信就行。不行，这样太被动了，你必须得到唐董事长的支持才行。人家在家里养病呢，这个时候找人聊工作不合适吧？我知道你一定还有别的办法。我都说了800遍了，她不是我女朋友。那起码也是个女性朋友吧？我再想想别的办法。Hello， 这有人吗？坐吧。怎么啦？有心事啊？小秋，你和你爸的感情一直很好吗？为什么会这么问啊？也不能说一直很好。我爸他是个倔老头。我高考那年啊，他非得让我报考本地的大学，就差把我关在屋子里头替我做主了。可是后来呢，我才知道，其实他是舍不得我离他太远了。他现在还说呢，说他那心脏病是我给他气的。怎么啦？你跟你爸爸吵架了？你和你爸一直很好，偶尔不好，但我跟我爸一直不和，我直接把他气到医院去了。他生病了，严重吗？不算是太大的事。那就好。其实啊，父母都是一样的，他们把对我们的爱呢都藏在心里，我们呢只会用眼睛去看，多跟他们说半句话都不愿意，其实就是缺乏沟通。你的话说出来很简单，
但是要做就很难，尤其是家人，因为血缘关系，性格都差不多，吵起来就更严重。我跟你说个小秘密，我还有一个妹妹。啊，真的？嗯。不过呢，这个说来就话长了。我小的时候，父母就离婚了，妈妈走了，带走了妹妹，我留下来陪着爸爸。没过多久，妈妈就去世了，我妹妹就特别恨我爸。当然，她也不认我这个姐姐。哎，你刚才说的对啊，或许我妹妹的性格，她就随我爸，所以才会闹得这么僵。不过我挺羡慕你的，你可以和一家人生活在一起，多好啊！那咱们呢，换一个角度去想，你从小受到父母的照顾，难道你就不感激他们吗？叔叔呢，整天为了这个家去奋斗、去奔波、去应酬，难道你不心疼他吗？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所以啊，你都没有想过，其实叔叔挺难的。你想啊，他一个人面对着那么大的公司去经营它，在外面应酬奔波，肯定很辛苦，也有很多压力。他为了什么呀？就是为了能够让你生活得更好一些。你总不能还去要求他下了班回到家还要抽出更多的时间去陪你，给你做饭，看到你的时候永远都要面对笑容，这怎么可能啊？你是我爸派过来的吧？啊，你怎么帮他说好话？其实啊，我爸爸也不是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好父亲，是真的。他年轻的时候也做过很多错事，喝酒、抽烟，还有赌博，所以我妈妈才会离开他。不过后来我爸知道他错了，这些年他一直都在改。看到了我爸跟以前不一样了，我也就什么都能理解他了。你知道吗？当你看我爸病历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只要他能够健健康康的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你放宽心，你爸的病没什么大问题。你洗脑真的成功了，我会一直想你刚刚说的话。好了，我要先走了。嗨，开导费。怎么了？当了你这么久的垃圾桶，总该有所表示吧？我的表示是帮叔叔治病，赶快叫他过来吧。谢谢。走了。别！我说唐大夫，你是这几年在国外拳脚生疏了呢，还是故意输给我，想让我消消气？不用消气，舒服点就行。
我再郑重的声明一次啊，我现在和珊珊没有任何关系，珊珊也不会影响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。郑处，你说够了吗？珊珊，我跟她什么都没有，我那天是话赶话，想气我爸才这么说的。啊，她是我的妹妹。哎呦，就算你们俩真的是情侣，我也会真心实意的祝福你们的。什么？珊珊有她选择的自由，选择你，我更放心，因为你不会让她吃亏。我呢，是一个做事情不愿意拖泥带水的人，在珊珊的问题上，我已经看透了，也放下了。你真的是这么想的？哎，不对，你这个小子境界怎么提高了？有高人指点呢。谁呀？你见过的，我那个女上司，她最近一直在给我洗脑。哦，对了，如果你真的希望你和珊珊有一个美好的未来，你听我一句劝啊，别总跟你老爸对着干。你爸不会埋怨你，但他会把所有的责任归结到珊珊的头上。你真的多想了。珊珊是我的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重要的话说3遍。好，我们换一个话题，好吗？那我今天找你来呢，找你帮忙的。